很可怜吗？还有个更可怜的，有没有更可怜的？有啊，伤疤。有更可怜的。接下来这首歌真的蛮可怜的。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在讲说，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想念的人，然后很想要见到他。这是一首日文歌，米西亚的《会いたくて今》。初めて出会った日のこと覚えてますか？過ぎゆく日の思い出を忘れずにいて、あなたが見つめたすべてを感じてなくて、空を見上げた今はそこで私を見守っているの、教えて。会いたくて今